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日我哋要講一個令人深思嘅故事。佢係世上最有智慧嘅人，曾經被神賜予無比嘅聰明同榮耀。佢嘅一生本應係完美無瑕嘅見證。但係，你知道嗎？連所羅門王咁樣嘅偉人，喺佢嘅晚年都幾乎晚節不保，跌倒喺試探面前。呢個故事，正正係要提醒我哋每一個人，所羅門王嘅敗筆，並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聖經喺列王紀上11章4節話，佢嘅妃嬪誘惑佢嘅心去隨從別神。因為政治聯姻嘅關係，佢娶咗好多外邦女子為妻，為咗討好佢哋，竟然喺耶路撒冷周圍起咗好多異教神廟。佢嘅心就係咁樣慢慢被花花世界同世俗嘅引誘牽引走咗，離開咗賜智慧俾佢嘅神。呢個震撼嘅歷史教訓提醒我哋，就算我哋自以為幾有智慧幾堅定，如果唔時刻警醒，唔緊緊依靠我哋嘅主，都好容易喺生命嘅晚年或者任何一個階段跌倒。願我哋都能夠從所羅門王嘅經歷中學習，用神嘅愛去守護我哋嘅信仰，直到生命嘅終點，活出真正榮耀神嘅人生。